唔係話我讀緊大學嘅，其實我係讀緊 BBA 係 business 類型嘅東西。我係喺去到大學嘅時候啦，有一個機會可以俾我踏上舞台，我先至開始唱歌嘅。咁呢一首歌咧，佢講緊嘅就係每一個人都一定會有可以發光發亮嘅地方，只要你揾啱嗰一個舞台，揾啱嗰一個 moment。呢首歌叫做《唐詩》。做什麼都不會看看，自問自責太算高，人亦有自己相信的事，憑想去做，那個可以給我什麼發光？能一朝得志，免受煎熬。我也很想可被看到。誰都可發光，只要
份到屬於自己嘅舞台。